辩护律师敢若挂名三个，啊，恁真正要用迄个菜猪肉的菜椒挂名？我是面顶的辩护律师。啊，感情啊，若要做对的代志啊，难免有牺牲啊。你对吗？我甲你磕头，拜托你。这是有太太口肯关形容了，关形容亲手写的，这完全会当证明，因为面顶是互人侮辱的。啊，有高雄人口径这么好的武器，无使用太怕算伊吼，咱爱说前说决，一棍都倒。我无遐戆啦，我啥物拢嘛无讲。你放心啦，拿法官哦有替我动。看人什么态度已经真明显啦，伊自头到尾就认定面对有罪。白白无要甲我离婚，你一个囝查关，你要讲我破死刑，我囝无杀人。你自头到尾认为我总是有罪哦，这根本是一场无公平的审判。请你停止诉讼，辩方已经提交诉状，申请后议庭回避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无罪推定。